今日咧，我哋要學嘅係啲乜嘢咧？係真佛傳承。如何觀想真佛中傳承法流嘅加持？呢個咧係我哋每一個咧修法前咧，每一壇法之前最重要嘅觀想。觀想真佛中嘅傳承。請輔導員麗麗助教先分享真佛中傳承嘅圖片。哦，很好。剛剛睇到圖片喎，而家消失咗啦。可以再俾大家睇一下嗎？唔心急嘅，慢慢嚟啊。真佛中嘅傳承大家都好熟啦。南無大日如來，南無佛眼佛母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蓮花童子，南無蓮生活佛。好，睇到啦嘛？中間這呢一排咧，就係我哋咧珍貴嘅、無比殊勝嘅、引以為傲嘅、自豪嘅真佛中傳承。從大日如來開始，佛眼佛母。下面嗰一尊呢，再下面紅色呢，就係阿彌陀佛，再下面白色嘅呢，就係蓮花童子，再下方呢，就係根本上師蓮生活佛啦。呢個呢，就係我哋每一位真佛弟子嘅珍貴嘅傳承。呢個呢，係應該呢，坐喺呢我哋嘅頭頂嘅，係我哋呢真佛行者，跟呢虛空宇宙咧接通嘅天線，係我哋同宇宙能量嘅連結。所以咧，呢個對我哋咧每位真佛中嘅弟子係無比重要同埋珍貴㗎。咁樣咧，呢個真佛傳承嘅觀想嘅口訣係啲乜咧？你哋可能諗喎，哎呀，就係5尊嘛。可是你哋知道嘛？呢度其中嘅觀想嘅秘密口訣喎，非常珍貴㗎。可能咧90%咧嘅人咧都忽略咗嗰個其中嘅秘密嘅口訣。而今日咧，我哋咧就係要把呢個秘密嘅口訣學到，成為嗰個10% 嘅精英。開心嘛？接落嚟咧。就係讓我哋一齊嚟咧，仔細咁樣咧去聆聽師尊咧根本上師咧嗰個講解。一定要仔細聽哦。開始吧。請麗麗助教分享師尊嗰個咧最重要嘅開示。2011年10月9號喺美國嘅年雷壯子。師尊嘅開示，我哋真佛中嘅傳承法流，如果喺虛空界咧，就係冇開聲音嘛，就係大日如來、佛眼佛母、阿彌陀佛、蓮花童子、蓮生活佛、盧聖賢。你哋如果要得到咧呢一個咧傳承法嘅，你必須咧要觀想咧這麼多尊。你必須要觀想這麼多尊啦。盧師尊坐住嘅，佢嘅頂上係蓮花童子，再頂上就係阿彌陀佛，再頂上就係佛眼佛母，再頂上就係大日如來。所以咧，你可以觀想一個圈圈，一個圈圈，一個圈圈裏面咧就係月輪，月輪當中坐住嘅就係大日如來，再底下咧一個月輪坐嘅就係佛眼佛母，再底下一個月輪咧坐嘅就係阿彌陀佛，再底下一個月輪咧坐住嘅就係蓮花童子，再底下一個月輪咧，就係我本人啦，係啦。
眾人拍掌。需要做如此嘅觀想清楚咗以後呢，再把所有嘅諸尊全變成根本上師嘅面，全變成根本上師嘅面，再把佢哋化成呢一點小光，就從一個串珠，一個念珠嘅珠串，幾個珠串呢咁樣呢直直嘅，然後呢進到呢根本上師嘅身體裏面。呢個時候再放光由根本上師嗰度呢白色嘅、紅色嘅、藍色嘅三色嘅光照你自己，照完你自己，你自己嘅身體呢就清淨噶咯喎，你全身嘅毛細孔呢張開，毛細孔張開晒，把所有嘅業障從毛細孔呢流出嚟，你身體呢就清淨啦。呢個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呢迎請呢大日如來，一直到咗呢根本上師，連成一串嘅進入到你嘅裏面，先進入到呢上師嘅身中，上師再化為光點進到你嘅身中，咁樣呢，然後你自己嘅念呢就變成根本上師嘅念，你嘅身體呢跟根本上師呢係一樣嘅。呢一種觀想呢就叫做傳承法流，最主要嘅觀想。我咁樣講呢，你哋就應該好清楚啦，係咪？所有嘅從大日如來全部進入到呢根本上師，再由根本上師進入到你嘅裏面，一串串珠全部進到你自己，你自己一下子呢就變成根本上師，跟根本上師一模一樣。咁樣嘅話呢，灌頂法呢就係傳承法流最主要嘅灌頂法。好，大家呢都睇到啦嘛，都聽清楚啦嘛。可能有一點噪音冇關係。好，感謝頂禮感恩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傳下教示，由真佛宗網絡電視台廣播，版權警告，請注意，不能用作商業用途。多謝。